Carnival Splendor 最近突發行程變動，呢艘113000噸嘅郵輪6月20號從悉尼出發，開啟4晚嘅短途行程。呢段行程唯一嘅亮點就係 Queensland 嘅摩頓島1日遊。點知喺入航前，引航服務商突然通知，當日冇辦法提供引航員。摩頓灣有好多沙洲同其他障礙物，通航環境複雜。大型郵輪一定要由熟悉當地水域嘅引航員引導先至可以進出，因為冇引航員 ，Carnival Splendor 唯有取消靠港，將行程改為 C day。作為補償 ，Carnival 會向每間客房發放100澳元嘅船上消費金。如果預訂咗官方嘅岸上觀光團，亦都會全額退款，其餘行程就唔受影響。今次唔係第一次出現冇辦法提供引航員嘅情況，通常都會發生喺勞資糾紛，又或者客流高峰期嘅時候，大家遇到類似情況都唔使太掃興，多咗一日 C day， 啱好可以慢慢打卡船上嘅特色餐廳同娛樂設施，唔使趕行程，慢悠悠咁享受船上時光，都不失為另一種放鬆。